在日新闻带咱来做瑜伽，相信有练过瑜伽的人，可能捌听过网络顶面讨论的话题，讲只要做瑜伽大休困、大休息的姿势10分钟，就会使达到平常时困差不多2点钟到3点钟的效果。其实要达到真正的放松，重点是大脑唔通黑白想，唔是时间的长短。感受吸进来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能量。瑜伽练习最后一个动作大休息，规个人倒伫涂骹，互大脑意识甲肌肉真正放松，进入深度休息状态。有没有感觉像睡了一觉？哦，刚刚真的快睡着了。让他在完全的放松的时候，你再把意念回到你的身上，然后让你的脑袋再放松，大概就是5分钟、5、6分钟，其实就很足了。网络上讨论瑜伽大休息10分会当低平常时困眠2、3点钟，敢真正遮尔有效？医师认为要达到真正放松，也是需要进入困眠状态。重点是让大脑唔通搁再思考任何代志。轻轻这样呼吸跟放，大概5、6下之后呢，心态就会变慢。闭着眼睛，想象前面有很宁静的风景。不管是大休息，或者是深呼吸，关键就是让大脑真正关机。伫咧困境中咧，一直咧回手机啊，就是不良的习惯。现代人经常为失眠所苦，若是会当掌握简单的放松的要领，就会当伫短时间内，互家己迅速充电完毕。